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地鐵。最近大家有没有關注到好像很少聽到哪個城市又開通新的地鐵線路，或者哪個城市又在申請修幾號線。這2年這樣的新聞報道少多了。沒錯這也是為什麼這2天叫為什麼很少聽見新地鐵的消息了，也上了熱搜曾幾何時各個城市爭相對吧，申請修地鐵，爭相開通地鐵，甚至地鐵成為一個城市基礎建設一個硬指標，成為一個城市的一個名片。但是這一切隨着洛陽市民關於地鐵2號線就是2期的追問，遭遇官方客流量不達標建不了的冰冷回復時一個持續了20餘年的城市基建神話，正以一種近乎靜默的方式走下它的歷史拐點。2025年9月份，一位洛陽市民諮詢說洛陽地鐵2期工程確定了嗎？最近在多個網站看到有關洛陽地鐵2期工程的消息，既感到既欣慰又有點不太相信，因為沒有看到任何官方消息，不知道洛陽地鐵2期工程是否落地了，希望看到的是確切消息。而洛陽軌道集團回復的也很乾脆感謝您對洛陽市軌道交通建設的關心和支持。2021年以來，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與國家省有關部門持續匯報對接，積極推進地鐵2期建設規劃報批。但按照國家對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新的政策要求，目前我市申報建設地鐵2期的條件暫不成熟，下步將結合國家政策，扎實做好各項工作，在達到各項報批條件後，集中力量推進地鐵2期建設。同時，為進一步提升全市公共交通服務水平，我市正通過增強地鐵站點接駁能力，加快構建多元化交通體系，更好滿足市民和遊客出行需求。洛陽的回答沒有遮遮掩掩非常乾脆，就是條件不成熟，沒有達到軌道交通新的政策要求。洛陽這個並非孤立事件，從哈爾濱到青島，從銀川到煙台，數十個城市地鐵申報書被擱置在發改委的案頭，理由高度一致，不符合條件。而上一個成功擠上這趟末班車的城市名叫南通，時間定格在2021年，3年過去了，那張蓋着公章的入場券再也沒有向任何一座新城敞開。這場變局的冰山之下，是3個維度的系統性絞殺。第一道絞索來自政策紅線的精準收緊。2017年包頭地鐵被叫停，是一個強烈的預警信號。隨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建設管理意見，將地鐵申報門檻抬高至 GDP 3000億、財政收入300億、市區人口300萬的硬槓桿。但這只是入場券真正致命的是客流強度指標，每公里每日 0.7 萬人次，這個數字如同一道天塹，將絕大多數2、3線城市攔在門外。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已開通地鐵的55個城市中，僅有北上廣深、成都、重慶、武漢9座城市達標。昆明已運營的6條線路日均客流強度僅為 0.48， 距離紅線尚有近30%的差距。所以這就不難理解官方洛陽為什麼這麼直白的承認建不了，不是不想建2期是建了就要陷入運椅子的荒誕境地，就是地鐵空空蕩蕩沒人。一位軌道交通規劃專家坦言說過去是城市要地鐵，現在是城市地鐵挑城市。更嚴厲的是，2023年財政部6部門聯合發文，明確將地鐵列為嚴控新增隱性債務的重點領域。這意味着，即便地方財政願意兜底，中央也不會再為這種奢侈品開綠燈。第二道枷鎖呢，是財政模式的徹底崩塌。
深圳地鐵的故事最具諷刺意味。2022年，這家全國最繁忙的地鐵集團，票務收入僅36億元，而房地產板塊卻貢獻了160億利潤。它本質上是家披着地鐵外衣的房企，主業是賣房，副業是運客。但這個模式在2024年走到了盡頭。隨着萬科債務危機持續發酵，深圳地鐵作為第一大股東賬面虧損已攀升至全國之首，每天睜眼就要燒掉1個億。僅2024年上半年虧損就超過180億。曾經設想的完美閉環，地鐵帶旺土地，土地反哺地鐵，在樓市下行重力作用下粉身碎骨。成都地鐵2023年虧損41.56億元。杭州8號線1期被網友諷刺為運椅子專線，也就是上面沒人坐，用的都是空蕩蕩的椅子。北京地鐵告別2元時代後，依然深陷補貼黑洞。一位不願具名的財政系統人士指出，過去賣1塊地能修3公里地鐵，現在3塊地都修不了1公里。但土地財政這個奶媽斷供，地鐵公司突然發現，僅憑幾塊錢的票價，連支付電費都捉襟見肘。上海19號線每公里造價20億，武漢地鐵每公里運營成本超1000萬。這些天文數字是賣地收入腰斬的背景下，成了地方財政無法承受之重。第三道枷鎖呢，是民生成本的殘酷轉嫁。服務降級正在所有城市靜默上演，非核心線路發車間隔從3分鐘拉長到8分鐘，這不是調度優化而是赤裸裸的省電策略。電梯常年維修出入口錯封封閉，空調冷氣不足，運營時間縮短，這些被美其名曰精細化管理的舉措，實則是成本刀鋒下的無奈的妥協。更諷刺的是服務越差，票價還越漲。昆明2024年取消起步價優惠，重慶緊隨其後調整計價規則。廣州這個日均客流1000萬級的超級網絡也變相提價。數據顯示2023年29個地鐵城市中僅1家盈利，虧損面高達90%以上。地鐵公司面臨的抉擇是血淋淋的，要麼漲價到市民用腳投票，要麼降本到服務質量崩潰，要麼直接停運上100億投資打水漂。合肥市民發現某些站點夜間8點就關閉換乘通道。鄭州乘客抱怨周末空轉列車減少，導致擁擠度飆升。這些細微的體感匯成一句冰冷的現實：我們花更多的錢買更差的服務。實際上這就是地鐵狂飆時代隨着房地產落寞一起終結。這背後當然是整個城市發展邏輯的重塑那些尚未開通地鐵的城市，或許該慶幸躲過一個深不見底的財政黑洞。翻開歷史賬本這個100年前的紐約地鐵至今未回本，東京地鐵靠沿線商業開發苦撐，香港地鐵模式依賴超高人口密度。地鐵從來不是普惠的民生工具，而是城市經濟和人口規模達到臨界點後才能養得起的貴金屬。中國用20年時間將運營里程從100公里暴增至1萬公里，咱們挖地鐵都挖了1萬公里了。這種速度本身就意味着某種透支。但哈爾濱2期規劃在2017年提交後至今難產，但煙台這個 GDP 過萬億的城市連續5年申報被拒，一個清晰的信號已經釋放，國家不再為地方的地鐵夢兜底。更深層次的變革在於地鐵斷供，撕開了土地財政的最後遮羞布。那些曾為地鐵掏空6個錢包的家庭，如今面對房價下跌與票價上漲雙重絞殺。那些相信地鐵一響黃金萬兩的地方主政官員，正在債務清查中吞下苦果。這些地方政府正在想方設法化債2024年，全國地方債務管控進入刺刀見紅階段，地鐵項目因其100億級投資長期虧損，變現困難。
成為首要的剎車點。一位宏觀經濟学者指出啊，地鐵困境的本質是中國城市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優化的陣痛。未來5年啊，已建成的地鐵網絡將走向分岔路，超大城市的核心線路通過漲價維持運營，人口流入區的支線被迫停運，絕大多數網絡則在降本增效的鋼絲上艱難平衡。而那些仍在為地鐵夢奔波的城市，可能需要重新審視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地鐵，城市啊，是否真的就無法運轉？還是說地鐵只是特定發展階段的一劑強心針，如今藥效已過，該正視真實的經濟體徵？地鐵斷供啊，不是交通系統的故障，而是一個時代的隱喻。那個靠舉債造成、靠地產養成、靠規模衝漲的城市競爭模式啊，已經徹底破產。當最後一班地鐵列車駛過空蕩蕩的新城站台，留下的不僅是百億鋼筋水泥的沉默，更是對中國城市化路徑的一次深刻的叩問。這個不光是地鐵，同樣的還有高鐵。過去啊，每個縣城啊都希望本縣城通高鐵，在那兒修高鐵站。但是現在啊，有很多城市的高鐵站根本就不開放，也不運營，高鐵呼嘯而過，直接甩站。為什麼呢？就是運營成本太高，沒有人。前2年還有媒體報道，很多城市的這個地鐵規劃直接就規劃到郊區菜地，這一切啊都是房地產經濟啊、土地財政造成的。地鐵通到哪裡，哪裡的這個地價就上漲，政府通過這個地價上漲獲取巨大的這個財政收入，然後再反過來補貼地鐵的運營。這個模式顯然啊，樓市一低迷，房子賣不掉，這一切就戛然而止，遊戲玩不下去了。問題是，已經修了地鐵的這50多個城市怎麼辦？1、2線城市、人口超大型城市還稍微好一點，避免了啊運椅子的尷尬。但是那些很多2線城市，很多勉強啊刚刚達標擠上車的這些城市啊，將面對一個怎樣的未來？因為這個地鐵一開，嘩啦嘩啦的都是錢吶，那你修完了，你總不能不開吧？只好減少密度，對吧？發車拉長發車間隔，關掉冷氣，關掉電梯。按照胡一金老師說法，對吧？他認為地鐵的安檢有點過了，那這個是負在地鐵運營上的一個巨大的一個包袱啊，對吧？地鐵安檢這個成本有多少？所以當這一切啊遭遇這個地方政府缺錢要化債，還能運營得起嗎？不光地鐵啊，實際上這2年啊，各種公交線路，對吧？取消，也還有很多公交車司機維權，因為他們有半年、1年沒發工資。但地鐵開始斷供，那些公交難道就能獨善其身嗎？地鐵斷供只是一個方面，說明政府補貼沒錢了，那意味着就是所有需要政府補貼的項目都面臨困難，同時啊都要陷入进退維谷的尷尬境地。有網友說啊，作為牛馬，作為韭菜，不僅要為這個高房價買單，還要為未來地鐵高額運營成本做好買單準備，因為票價已經悄然在上漲，沒有免費的午餐，整個邏輯鏈條啊已經斷了。房地產崩盤，土地賣不動，地方政府沒錢，補貼不起地鐵的巨額虧損，未來這個地鐵路線怎麼維護？設備老化能不能定時的維修檢修？連地鐵都斷供啊，跟所有人開了一個玩笑啊。韭菜買房不能斷供，但房企自己違約。牛馬呀，小心翼翼維持自己的現金流，但地鐵的資金鏈自己斷了。牛馬高價上車買的地鐵沿線的房子，正在不斷的貶值啊，降價。但是你要坐的地鐵票價面臨着上漲，所以為地鐵房掏空6個錢包的人們呢，終究還要為地鐵債繼續買單。過去我們總是說啊，一經落萬物生，對吧？認為房地產整頓好了，房地產垮了不要緊，其他的行業就好了，消費就上去了。為什麼呢？因為房價高，我們為了買房掏空了錢包，沒錢消費。但事實上呢，這個房地產是垮了，但是消費也沒起來，大家就更沒錢去消費，也更不願意消費。
讓人更加警惕的是，在缺财政資金補貼的情況下，如何確保地鐵安全的運營，對吧？前不久是哪個地鐵出了事故，把幾個保潔人員呢給撞了，這個不能不警惕啊。今年啊，先後垮塌3座特大橋，但這些宏偉的工程啊，跌落到河水的時候，韭菜牛馬們怎麼能相信地鐵能夠萬無一失呢？大家可以看个視頻啊。那麼現在的情況呢，就是這麼樣一個情況。那麼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呢，我們也很難呀去判斷。那麼之後呢，我們說這個還會有什麼樣的情況？但是就當前情況而言，我們也是必須通過分析啊，縝密的分析和科學的判斷，那麼依據當前的情況來判斷下一步啊，我們講情況會詭異的是什麼呢？詭異的是一邊財政缺錢，需要補貼地鐵、補貼公共交通，資金不能到位；一方面呢，繼續浪費，還在修這些莫名其妙的設施啊，把樹啊用這個磚砌起來是什麼操作？這個難道是免費的嗎？就為什麼要把錢浪費在這兒？所以大家就可以發現啊，一方面是缺錢，一方面繼續浪費，醉生夢死啊。剛才我們已經聊了一個節目，由於要還地方債，投資啊受到壓制。目前看啊，這個地方債那肯定也是越畫越多啊。修地鐵、地鐵運營，這個是禿字頭上獅子，明擺着的，這個賬是擺在台面上的，擺在台面的賬受到壓制，受到監督，但是擺在桌底下的這些債，這些費用啊很難監管，那一定也會啊野蠻生長，最後導致這個債是越畫越多啊。地鐵的修建、地鐵的運營受到國家有關部門重點關注、重點監控。那監控不到的地方呢？你比如說，對吧？這個動不動就修馬路、修馬路牙子、修樹，對吧？一方面是缺錢，一方面似乎好像錢又多的花不掉，比如說要找個名目啊給它花掉，這就是當下的困境啊。這似乎一個人得了不治之症，對吧？一方面身體的某些組織、某些器官在異常膨脹，一方面這個人有形容消瘦啊，越來越瘦，萎靡不振。也就是啊，他那異常發達的這個器官或者是組織啊，比如說癌細胞，它吞噬了正常的其他器官和組織的所需要的營養物質，導致這個人命不久矣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